2025年6月17號嘅早上啊，尖沙咀嘅氣温呢27.7度，相對濕度係91%，而家降雨機會率80%，雷暴警告現正生效，同埋特別天氣提示與活躍西南氣流相關嘅強雷雨區正在影響廣東珠江口一帶，並預料會喺今早為帶來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未來數日會仍然有幾陣驟雨，部分時間有陽光。多謝大家收聽收睇，請睇埋下其他嘅精選影片。我係 YMLOYM 工作室嘅阿魯，多謝晒，拜拜。